谢着咱所有观众朋友，明日起日面向溪州大田路，向着咱千岁爷前来参拜祈福。一拜风调雨顺，二拜国泰民安，三拜咱南州乡全乡乡民，溪州大田路路下正信路，以及今日来到现场观赏传统艺术的观众朋友，明日小龙年去台湾，好运财源连连来，平安顺利，大发财！内城，请咱诸位观众朋友，明日就做观赏传统艺术，再度邀请着咱台上嘉宾，将手上平安寿桃，希望咱大凯观众朋友善事有姻缘。